今日帶大家嚟到最現喺上海嘅旗艦店，我哋揀咗食 lunch。如果要玩換裝同埋 set 頭，職員會叫我哋提早半個鐘到達。餐券可以喺 Klook、攜程、Trip.com 等平台購買。通過 WeChat 小程式提早1個星期同客服聯絡訂位。上海嘅醉宴以新長安褲同埋哪吒為主題，價格由435至1292不等。如果你要玩換裝，佢哋會安排你去上衣局換衫，之後就會有人帶你入座。現時醉宴喺深圳、台州同上海都有分店。而家我哋一齊嚟感受下現場嘅環境氣氛。上每一道餸之前都會有投影睇，膠質滿滿，滋身養顏，實為滋補佳品。而湖商的到來，也讓炙蝦成為文人階層爭相嘗試的新鮮口味。這也代表着唐代文人階層對異域風味及文化的接納與包容。今次體驗完之後，覺得音響太大聲啦，又收唔切碗，影響咗睇投影。食物其實一般，未去到話好出色。呢個價錢我會話係嚟睇表演，唔係食嘢。咁樣諗會開心啲。今宵緒，山河燈火永相隨。幸得諸君同赴宴，願攜盛世凌雲志，再共東風萬里飛。願攜盛世凌雲志，再共東風萬里飛。